行了行了啊，你这話呀，我听了没10遍也有8遍了。我不是把我卖出去了吗？你究竟还想我怎么样啊？好，既然你明白咱们家的处境，那你就应该知道你在周家的身份，啊，好好当你的姑爷。赌钱、喝酒、抽烟、玩女人，你想都別想。以後啊，玉琴讓你站着你就站着，讓你坐你就坐。天一亮啊，你就向玉琴去道个歉，好好哄哄她，知道吗？哼。你又笑什么呀？这次我是笑你呀，爹。你娶了9个老婆，生了9个儿子，都是由老婆和小妾啊来伺候你。你从来不把女人当人看。这一次你让你的兒子去伺候老婆，你不覺得是報應嗎？啊，你不覺得是報應嗎？不過放心，我一定會好好的在周家做一條狗，做老婆的狗，我會叼着狗骨頭回來孝敬你的。哎呀，爹，老爺早，爹早。吃飯吧。你们都听我说，我周世宏3生有幸，能有你们这3个乖巧的孩子。之前乔兒跟天琪被綁架，這個家幾乎都散了，還好有祖宗保佑，你們能夠平安回來。所謂家和萬事興，大家住在一起，總會有爭吵。可是我們一家人不應該有隔夜仇的，生氣過了也就算了。多大的難關，我們都一定能頂過去。所以我們應該珍惜在一起的日子，知道嗎？知道了。玉琴，你做大姐的應該讓着弟弟妹妹，尤其是喬兒，他在外面受了那麼多苦，他的脾氣是有點古怪，你就忍着點，耐心的教導他，知道嗎？知道了。啊，喬兒，你跟你姐姐雖然沒有血緣，大家性格也不合，可是在你出事的時候，是她為你奔跑，還讓永成帶人冒險救你們，所以說你的命是她救的，你應該從內心感激她，尊重她，知道嗎？知道了。對啊，大姐呢，雖然平時脾氣有點倔，但總是很疼愛我們。大姐絕對是一個好姐姐。六六呢，天真單純，想到什麼就去做，也不想什麼後果。可是他的心地是好的，絕對不會做出傷害別人的事。所以昨天晚上的事就當是個誤會，大姐也別放在心上。六六，是我不好，姐姐對不起你。我才不好呢，讓你誤會了，對不起啊。講和就好了，吃飯吧。來，六六，吃根油條吧。你最愛吃的大肉包子。爹，吃餃子。對了，玉琴，永成回戴家了，幾時回來啊？他沒說過。男人嘛，是吃軟不吃硬，女人最大的武器就是溫柔。你要是硬碰硬的話，多好的感情也會破碎的。等他回來以後，大家好好談談啊。
是，爹，其實有些事情我也想通了，是我看永成看得太緊，一门心思的放在他身上了，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的，他也快被逼疯了。我想这几天我先回信和堂工作，多給大家一點空間相處，也許會更好一點。也好，男人越逼他，他越走。你回信和堂也好，啊，以後一切恢復正常。你要听你大姐的。知道了。不是说大小姐请假陪姑爷去玩，由三小姐担待一切职务吗？怎么大小姐才走了1天就回来了？哎，這東宮西宮大鬥法，我們這些看戲的下人可得好好考慮清楚，我們到底往哪邊站。這押對了寶，自然風光了；這要是押錯了寶，你們就等着捲鋪蓋回家吧。閒話說夠了沒有？還不去工作？歐總管，大小姐、三小姐之間的鬥爭關係到我們的前程嘛。您一定知道些內情吧？不如告訴我們，讓兄弟們別押錯了寶。胡說八道！你們都给我听好了，這是周家的店，只要當家的姓周，誰當家都一樣。你們都給我安守本分，少管閒事，去工作吧。是。走吧，走吧。账本上记錄着昨天收入了1753塊大洋，可是我剛才過目了，整整少了40塊大洋。那40塊大洋付了來貨的錢，收據在這兒。龍鳳店的賒賬昨天就該到期還清了，為什麼到現在都沒有還過來呢？龍鳳店的老闆和爹是老朋友，馮老闆家中有喪事，爹說過不能在人家家中治喪的時候要債，所以呢，他們家的債務可以多寬限7天，這叫人情味兒，懂嗎？我馬上讓人準備鉑金送過去。不用了，我已經找人送過去了。很好啊，有問必答，滴水不漏，很快就可以追上我了，一點都不像臨時替工的樣子。那是當然了，既然大姐吩咐的事情，我一定會做到最好，這樣大姐才能安心嘛。哦，你做的這些事情都是為了我，那我真該謝謝你了。不過我現在回來了，我會親自打理信和堂的大小事務，妹妹你就不用操心了。那就最好了。我來信和堂只不過是玩玩，我呢是一個沒有野心的人，對信和堂沒有，對永成哥也沒有，這一點你放心好了。雙眼紅腫，蒼白憔悴，倒真像是哭了一夜的樣子，真是我見猶憐吶。六六，快告訴姐姐，你到底用了什麼胭脂水粉，才能有這樣一夜未眠的樣子，讓男人見了你都覺得憐惜呢？大姐，聽你這麼說，你好像很有經驗啊。我還想向你請教，你到底用了什麼樣的胭脂水粉，才可以讓你在不管做了什麼樣見不得人勾當的時候，都可以裝得這麼若無其事，端莊大方呢？瞧瞧你這張嘴啊，真是。本來我是不相信你是喬兒的，可是最近我倒相信了，因為你現在的這副嘴臉，就像是16年前那個欺負我的臭丫頭的嘴臉一樣。每當我受辱受傷害的時候，你就笑得好開心吶，那表面天真浪漫，實際卻陰狠到了極點的笑聲，到現在還經常出現在我的夢中呢。大姐，說了半天，你終於說出你的真心話了。這倒好，我現在覺得很輕鬆。我終於不用在你每次說話的時候去考慮我該如何回答。你夾着下了毒的油條給我的時候，我還要提醒自己說謝謝。你現在
才是16年前把我丢棄在街頭的那個大姐。我看到你的這副嘴臉，真有種回到家的感覺。哼，那我們姐妹倆現在才是真正重逢。走，坐下，坐下。马副官，继續上。孫將軍3天之後就要過來了，我要你查李蓮英的寶藏，你卻連一個鬼影都沒有。說，馬副官，別生氣，有話好說，有話好說。你殺了我也沒用啊。我查到線索了。我說，我查到李蓮英的寶藏有一張藏寶圖，在他死後不知所蹤。有人說在他墓裡，有人說在進宮。挑重點說。據伺候他的太監說，他在臨終前有位御醫來看他，但李蓮英一斷氣，那個御醫就失蹤了。最奇怪的是，李蓮英貼身穿的綢衣也給脱下來了，连人带衣不知去向。很可能那藏寶圖就繡在綢衣上，讓那御医給偷去了。原来是那個御医給偷去了，難怪我們孫將軍把那個死太監的墓穴翻個遍也沒找到。你馬上去查那個御醫的下落。是，我還查到那個綢衣，原來是老佛爺的壽衣，上面鑲了12顆舉世無雙的黑珍珠。李蓮英見獵心喜，就私自給偷走了，還把藏寶圖繡了上去。等我找到了綢衣之後，我決定將這12顆黑珍珠私下献給馬副官，聊表我對您的敬意。好，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。来，王老板，来，喝酒。好。很好，这样一来，周雨芹就方寸大亂了。現在戴永成跟周雨芹一定鬧翻了吧？你呀，涉世未深。那個戴永成怎麼會因為愛而拋棄一切呢？他是個非常孝順的人，又愛面子。就算他對你有點好感吧，他也擔心人言可畏呀。再加上周家為戴家扛了80萬的債務，他要是得罪了周世宏，戴家從此就失去了靠山。縱然他夫妻關係不如意，現在他也絕不會因為跟小姨子有了感情，就不顧戴家的一切。對欲拒還迎的女人，男人不免日夜牽掛；對欲求而不得的女人，男人才會刻骨銘心。你要讓戴永成對你日夜牽掛，要讓他對你刻骨銘心，這樣你才能徹底打敗周玉琴。你要記着，以退為進，攻心為上。這個是不是叫做欲擒故縱？你記住，
取得了戴永成的感情，也只是帮助你除掉周玉琴，这样就断了周世宏的左右手，使周世宏众叛親離。除此之外，你必須要把握時机，尽快找到那本医书藏在何處，知道吗？是。约我来，怎么不说话？明明是你约我来的，好不好？要说话的人应该是你。不是你写信约我来的吗？不会吧？明明是你写信给我，我才过来的。算了，谁约谁来不重要，有什么话就快说吧，我还要回信和堂呢。是吗？在周小姐的心里，信和堂比谁都重要，又怎么会把时间浪費在我這個廢人身上？哎，你沒事吧？我沒事。我來吧。幸好沒有摔壞。摔壞了可以再換，不用那麼緊張。我緊張了嗎？你明明就是在乎，為什麼卻不肯承認？你喜歡這樣是嗎？你真的要走嗎？你不是要走嗎？你看見我走了嗎？我就是換個方向而已。你氣我的是吧？就算是吧，就算氣你吧。你又騙我！你騙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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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許走。真的不許我走啊？現在還要回信和堂嗎？我騙你的。我想讓你跟我一起回家，回我們的家。好，回我們的家。爹，對不起，都怪我不勝酒力，醉眼昏花的，弄得大家都不開心了。啊，都是一場誤會，大家不會計較的。爹也是過來人，知道相見好，同處難的道理。婚姻的道路是需要兩個人同心合力，慢慢走出來。這個世上啊，沒有完美的人，成為夫妻一定要互相遷就，互相尊重，那這副婚姻的良方妙藥才管用，明白嗎？謝謝爹的教誨。永成，以後少喝點酒，知道嗎？知道了，爹。喬兒，你也不會怪你姐姐和姐夫吧？當然不會了，我哪有那麼小心眼啊？這個醉酒鬧事，醉酒認錯人啊！我以前流浪的時候也經常有的，我有一次還對着一頭大母豬喊爹呢。范小姐啊，你這酒醉的也太離譜了，怎麼能對一頭老母豬叫老爺呢？是啊，我也覺得吧，我醉的有點太離譜了，我應該對着那頭大母豬喊：黃桂圓，您真是胖墩墩，圓又圓呢。是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事情過去了就過了，好吧？哎，對了，六六，我有點不明白，我跟你姐呢同時接到了信，這一定是你的傑作吧？你幹嘛這麼問啊？不會吧，永成，他連自己的名字都寫得不清不楚的，怎麼可能模仿你跟我的筆跡呢？哦，爹，
好好好，爹跟你同一阵线。告訴你们吧，条儿希望你们两个和好，求我写一封信，叫你们出去碰面，当面讲清楚说明白。他是一番好意哦。啊？那可不，爹可是高手呢，模仿你们俩的小字，不是小菜一碟吗？你看，你妹妹是真心对你好哦。六六，这一次对不起你了，不过还是謝謝你。哪儿啊？我害得你們兩個鬧誤會，是我不好意思才對嗎？讓我來。玉琴，對不起，這些年委屈你了。噓，別這麼說。什麼委屈不委屈的？誰讓我從小就認定你了呢？小豆、小馬，你們快去把菊花、陳皮、桂枝那些藥材拿去天井曬曬。是三小姐。小豆子，今天呢有從山東運來的藥材，你去清點一下數目。好的。二幺叔，明天就是15了。按照慣例呢，咱們信和堂要為100個病人免費診治，那就請你和各位醫師早點回來準備一下，辛苦了。好，沒問題，沒問題。啊，還有，其他人也都準備一下明天義診要用的用品。對了，今天呢就不用等大小姐了，因為她已經被困在溫柔鄉裡了，沒有辦法來信和堂了。三小姐，依照大小姐的性格，她應該放心不下信和堂吧？會嗎？你覺得我姐是更愛我姐夫呢，還是更愛你？做事的信和堂。大小姐早。大姐，你怎麼來了呀？你不用來信和堂了，有我就行了。你看你不在的時候，他們都幹得可帶勁兒了。看來你進步不小啊！從今天開始我就回來了，這2天真是辛苦你了。看來大姐對信和堂真的挺用心的，不過你就不怕再次冷落了姐夫？各位，從今天開始，永福堂就正式加入我們中藥業工會，成為正式會員。大家好。我們永福堂今天能夠加入到中藥業工會，真是倍感榮幸啊！這以後還望各位多多關照，多多關照啊！好說，相互關照啊！歡迎啊！明聰兄，恭喜恭喜啊！大家以後就可以相互照應了啊！謝謝。今後我們雙泉鎮8家72店就可以扣在一起，齊心發展啊！多謝周兄推薦。永福堂才能跨入中藥業工會這麼個舉足輕重的門檻。舉手之勞，何足掛齒啊！對了，明聰兄啊，趙老闆啊，聽說你我們既然已經成了親家關係，你的事我們周家也不會坐視不管。你那5家商鋪的欠債，玉琴已經妥善安排了，以後不會再有人找你麻煩了。哎呀，謝謝啊！你的大恩大德，戴某真是沒齒難報，無以為報啊！報答就不必了，只要永成對玉琴真心真意就行了。永成這孩子素來任性，若有不到之處，還望多多包涵。嚴重了。
其實他們小两口的事情，也輪不到我們老人來管。是是，等他們生了小孩之後，估計這心就安定下来了。我也是这么想啊，我想早点抱孙子。马副官，什么事让你亲自前来？当然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孙大帅明天就要亲临双泉镇了，他每到一个乡镇都会见见当地的商人，这样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。如果有人明天缺席的话，那就是不尊重孙大帅，后果自负。孙大爷明天真的要来了，他到底有什么企图？闻说在平城，有人因不满马副官的作风，亲自向孙大英投诉他，结果那马副官直接诬告那个人，一条罪项就直接给毙了。我就不信他们敢在这里撒野。周兄啊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忍一时风平浪靜，退一步海闊天空啊。正好我也想去会会这个孙大英。哎，鼓掌鼓掌！好大喜功，吃亏扰民，多亏谢哥堂了。哎，大帅，来吧，再等会儿吧。吁！孙孙夫人，请。请。哎，大帅，大帅，这位是中医药业工会的会长周世宏先生。啊，周老板，久仰。大帅，欢迎。在下还要去看病人，先告辞了。周世宏，你太放肆了，信不信我一下毙死你？我平时是怎么教你啊？是对人家说话要斯文有礼，不能动不动就拔枪。我说的话当耳边风吗？属下知错了。如果你再这样的话，我第一个就毙。是，不是向我认错，是向所有的乡亲父老认错，因为你在浪费所有人的时间。对不起了。周老板，是本大帅管教无方，还请你见。大帅，你明察秋毫，在下无话可说。其實我呢是公私分明，如果誰犯錯的話，我是一視同仁的。大帥，这位是双泉镇的镇長包仲谋先生。镇長你好。大帥，久仰。哎呀，群英怒放，香争艳，落英缤纷，花滿天。雪映紅梅，千山笑。春榮碧草，萬里芳。這雙泉鎮，風光如畫，山明水秀，果然是人傑地靈的好地方。看來本大帥要在這裡
多留一陣子了。哎呀，難得大帥對小鎮如此鍾愛，那是我們小鎮全體鎮民的榮幸啊！哎，大帥，您這邊請，這邊請。好，來，請。我這地方小，怠慢之處還請大帥多多見諒。王老板，你就別客氣了啊！哎，这位是我的女兒林丹。哦，林丹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我記得了，馬副官他說過，你女兒畫西洋畫可是1等1的高手。哎，我的三姨太對這方面也有興趣，要不，林丹吶，你最近畫了好幾幅西洋畫，你帶三夫人去參觀一下吧。哦，好啊，三夫人，咱們這邊請。去吧。哎，王老板，這李蓮英寶藏的事情，你查得怎麼樣了？大帥，已經查到李蓮英寶藏的秘密，他就藏在一件貼身的綢衣內。這件綢衣在他臨終時交給了一個叫沈燕的御醫，然後人跟綢衣一塊失蹤了。這消息屬實嗎？這消息是從一位老太監口中得知的，一定是真的。那就好。那這屬實的消息，有沒有其他的人知道啊？老太監已經壽終正寢，魂歸極樂，臨終時只有我在一旁，這事鐵定沒有人知道。啊，孙大帥，您能來為我們雙泉鎮剿匪，那可真是辛苦了啊！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所謂朝廷不用惡兵，孫大帥得吃飽喝足啊，是吧？孫大帥能親自領兵剿匪，真是你們雙泉鎮天大的面子。對，馬副官說的對。聽說信和堂的玉珍霜是宮廷的秘方，它嫩肌膚、去皺紋，還去黑斑，那可是慈禧太後的御用品呢。我城裡的好姐妹們都讓我帶些回去。林丹妹子啊，你用過嗎？用过。哎呀，这個玉珍霜真的很好用啊，孫夫人，您真是太有眼光了。怪不得你的小臉蛋兒像剝了殼的雞蛋一樣，我也想試一試。那就得找周老板給你張羅了。周老板，我要20-30瓶，應該沒有問題吧？問題可大了，玉珍霜每年只能製作100瓶，而且是要前1年定下來。現在我們的信和堂1瓶都沒有了。周老板，你還不趕緊為三夫人再做30瓶？玉珍霜選用的材料要配合天時地利，這小小的美顏霜還真是講究啊。這個我倒相信，要不然怎麼會是慈禧太後的御用品呢？周老板，我倒是想知道一下，怎麼個天時地利法？就說2樣吧。第一，要在夏至那日取趵突泉的泉水。第二，要用霜降之前的西藏紅花。現在的節令都不合適，其他的就不用說了。大帥，你說過我要天上的月亮，你都給我，如今我不要月亮，我只要玉珍霜。珊珊，你別急嘛，天上的月亮我是沒辦法給你，不過呢，珊珊你是我的小福星，如果區區這個美顏霜我都拿不到給你，我還算是男人嗎？來，珊珊，我們喝酒。
爹，我已经派人去趵突泉盛水了，也派人去打听行家有没有西藏红花。大冬天的去哪里找啊？总得试试吧。我试过了，不成。反正我看弄得差不多也行。那个三姨太没有用过玉珍霜，那不是造假吗？被人家知道了，我们信和堂的招牌就得拆了。老板，孙大帅的三姨太和马副官到了。三夫人，这个资源丹啊，是我们最好的补品。哦，老爷。三夫人，周老板，早就听马副官说你们家的这位大小姐聪明能干，没想到这位三小姐也这么讨人喜欢，你真是有福气啊！谢谢。周老板，三夫人的玉珍霜准备好了吗？三夫人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等夏季我们做好了玉珍霜，给您预留30瓶，我们给您送进城里。要等到夏季，那还好几个月呢。三夫人，说真的，慈禧太后也是老了的时候才用的玉珍霜。您看您现在青春貌美，天生丽质，根本就用不着玉珍霜。谁说的？我脸上有一些小斑点，只有擦了粉才能盖得住呢。让我来看看。哎呀，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出来啊。那是因为我脸上擦了粉，你当然看不出来了。对了，三夫人，我们信和堂根据大内秘方研制出了一种敷面用的祛斑膏，只要晚上的时候啊，把祛斑膏敷在你的脸上，早上起来你的斑点就会淡化，你的皮肤呢会变得又白又滑。真的，你看我的脸上就没有斑呐，就是因为用了祛斑膏。对，玉琴小的时候啊，很多褐色斑，我就根据大内秘方给她调制了这祛斑膏，只用了1个月，脸上什么斑都没有了。三夫人脸上的斑很淡的，用几天就会有功效，多用几次啊，你的皮肤一定会变得白白嫩嫩。真的？你的脸上好像真看不出以前长过斑呢。对呀，这就是因为我用了祛斑膏。要不我拿一些先给夫人使用，我们刚刚調制出來一瓶新的，您先稍等，我這就去給您拿。三夫人，請用茶。哎，姐。師傅真是料事如神呢，他們果然用另外一種美顏用品給三夫人。你是照我的吩咐去做的嗎？當然了，不過那個周玉琴她還真夠聰明的，我身手已經夠快的了，沒想到差點被她撞個正着。她有沒有懷疑你？沒有。那就好。我這有瓶藥，你拿着，很快你就會用得上。玉珍霜的牌子暫時先收起來。是，不過這次三夫人要是用祛斑膏用得好的話，我們可以借此事加以宣傳。爹，大姐，我聽說昨天孫大英的太太上這兒來鬧事兒來了，後來被你們耍走了。她今天還會來嗎？哪壺不開提哪壺，你湊什麼熱鬧？沒有，我就是看她今天會不會來，我看看有沒有什麼能幫得上忙的地方。你放心吧。我給三夫人用的祛斑膏是貨真價實的好東西，她一定會滿意的。把周志宏跟周玉琴給我拿下！你們憑什麼抓人？你們竟敢向三夫人下毒手！我們哪有下什麼毒手？三夫人擦了你們信和堂的什麼膏？臉腫得像什麼似的？帶走！不能帶！住手！天琪，我們給你走。帶走！是。走。走。报告，
大帥，找我們來有什麼事？周世宏，看你办的好事，你的脖子跟你的腦袋想分家是嗎？啊，这么歹毒！你看，把他的脸弄成这個樣子。大帥，三夫人的臉到底怎麼了？能讓我們看看嗎？你看，你讓我以後怎麼見人呢？大帥，你要好好懲治他们，給我報仇。別急，別緊張，我呢就把他們兩個給斃掉，幫你報仇啊！大帥，讓我們看看三夫人的臉到底怎麼了，一定可以有辦法醫治的。我就是信了你們信和堂的人才，我再也不會相信你們了。別急，馬副官在，把他拉出去斃了。帶走，大帥，你們不能這樣，住手！你是誰啊？我是他的女兒。那又怎麼樣啊？其實三夫人的臉根本沒什麼事兒，只是皮膚過敏而已。皮膚過敏？對，這是西醫的說法，是一個很有名的西醫卓威廉說的。卓威廉？卓醫生曾經跟過你們的軍隊，他還救過大帥您呢，您不記得了吧？好像是有過這麼一件事兒，那又怎麼樣？卓醫生說，有些人呢對某些藥物和東西過度敏感，放上了呢就會皮膚紅腫。你胡說，我從來沒有對什麼藥物過敏過。是啊，三夫人，這次您用的祛斑膏呢，在制作過程上面出了點問題，所以才會引起過敏的。不可能，這個祛斑膏是我親眼看着製成的，程序不可能出錯。大姐，回去我再告訴你。三夫人，我這兒呢有薄荷蘆薈膏，你用用看，一會兒啊就會消腫了。三夫人，我給你擦點吧。哎呀，你離我遠點兒！我就是信了你們這些信和堂的人才會這樣的。三夫人，您放心好了，這個薄荷蘆薈膏很好用的，擦上去啊又涼又舒服。實在不行，我把這藥擦在你手背上，如果您要是擦上去不會過敏，您再擦臉上好不好？萬一我的手也腫起來怎麼辦？是啊，反正死馬當活馬醫嘛。如果要是這個還治不好的話，就把我們父女三人一起斃了。好。哎呀，放心好了，我一定會把三夫人這個大美人給治好的。大帥，三夫人，我們父女三人的命可都壓在您身上了，您一定要相信我們啊。講的好像挺有道理的。哎，沒事的，先試試手啊。好，就照你的意思去做。對不起啊，因為調製薄荷蘆薈膏，所以來晚了，讓爹和大姐受驚了。沒事，多虧了你啊。六六，你怎麼知道三夫人是過敏啊？這個祛斑膏在和蜜糖調和之後呢，一定要用銅鍋煮一下。這一次的祛斑膏卻沒有煮。這次是沒有煮過，那是因為趕着用。可是煮一下是為了讓藥膏更加粘稠均勻，不煮的話也沒有什麼關係的。這個煮熟了才會乾淨嘛，就像食物一樣，煮熟了吃進肚子裡才不會拉肚子啊。以前也曾沒煮過，也沒有什麼問題啊。錯了就要認，製藥一定要跟藥方跟程序。我們信和堂一直以來都堅持抓製藥的過程跟質量。你疏忽一個步驟，你就會毀了信和堂的聲譽啊。是爹。老闆，本來大小姐吩咐了我去煮祛斑膏，還沒來得及，三姨太就到了。就算時間緊迫，也不能隨便的。好了，大家有驚無險的回來了，還是值得高興的啊。對啊，爹，這事就算過去了。啊，對了，喬兒，你怎麼知道薄荷葉和蘆薈可以治好三姨太的臉啊？爹，您先前教過我呀，所以我就記住了。您看，這不是派上用場了嗎？好，包和爹啊，多教你一點家傳秘方。太好了，我一定會用心學的。好。哎，大姐，先前三夫人來信和堂拿藥的時候，你躲在帳房做什麼？沒有啊，我不是跟大夥在店面嗎？你別裝蒜了，祛斑膏的所有藥材都很溫和，一直都沒有問題。為什麼三夫人用完之後就出了問題呢？你一定是趁大家不注意的時候做了手腳。怎麼可能啊！大姐，你別誣陷我了，你可別忘了，是我救了你跟爹。
你这是在贼喊捉贼！你对我一直都没安好心。玉琴，你别太过分了啊！永成哥，你看他。永成，这件事情你不清楚，你不要插手。无凭无据，我相信六六的为人。永成哥，謝謝你這麼維護我。不過我也不想大姐這麼不高興，她愛懷疑就懷疑吧，反正我做什麼她都看不順眼。哎，六六，永成，我按照師傅安排的去做，贏了漂亮的一仗。現在周世宏覺得我是可造之材，打算把家傳秘方傳授給我。萬重山調配的薄荷膏，周世宏沒有懷疑吧？應該沒有。雖然他曾經詳細的問過我製作方法和過程，我按照您所說的回答了，他沒有懷疑。周世宏越來越看重我了，只要我繼續努力，一定能把周雨晴趕出杏核堂。把周雨晴趕出去之前，你先幫我辦妥一件事情。什麼事啊？太香了 ，I like coffee。啊？我喜歡咖啡。這咖啡有什麼特別的？黑黑稠稠的，跟中藥差不多。我覺得還是咱們中藥好聞。這可是巴西的咖啡豆，是我朋友從國外給我帶回來的。現在就算你找遍整個雙泉鎮，你也找不着。咖啡這個東西一喝會上癮的，你喝完以後保管也會愛上它。會上癮吶？那不就跟抽鴉片差不多嗎？我還是不要了，還是讓你的萬靈丹陪你一起喝吧。你們倆都挺洋氣的，他一定會陪你上癮的。明明是你說你想喝咖啡，所以我才費了那麼大的勁親自煮給你喝的。這咖啡煮好了就得馬上喝，難不成還要我現在去靈丹家找他出來喝咖啡啊？不用啦，他已經來了，就在你後面。天啟哥 ，I miss you。這怎麼回事啊？這其實啊，是我專程請靈丹姐過來的，我要好好答謝靈丹姐。我跟二哥出事的時候啊，靈丹姐可着急了，每天都去拜神，一定是靈丹姐的誠心感動了上天，所以才可以讓我們得救。靈丹姐，我以前那麼對你，你會原諒我吧？是。那我們可以成為好朋友嗎？是。那你會成為我的嫂嫂嗎？沒可能。是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的意思是喜歡靈丹姐，對不對？哎呦，男子漢大丈夫敢愛敢恨，有什麼好害羞的呀？靈丹姐，她這個人吶，就是害羞，然後又愛面子，又愛鬥氣，越喜歡你就會越裝冷漠。不是。原來如此。哎，你這咖啡是煮給靈丹姐的，對不對？不是，我是煮給你喝的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又口是心非了。我一聞到咖啡味我就想吐。靈丹姐那麼喜歡咖啡，你看吧，這不是口是心非啊？我真的是煮給你喝的。沒關係，我知道天啟哥愛口是心非，我倒給天啟哥喝。哎呀，我一聞到這咖啡味兒我就想吐，我還是去呼吸呼吸新鮮空氣好了。亮亮，這真的是煮給你的。天啟哥，好喝嗎？把周雨晴趕出去之前，你先幫我辦妥一件事情。什麼事啊？把你心裡的周天琪徹底趕走。師父，我心裡不會再有周天琪了。喝杯咖啡吧。我都說了我不喜歡喝，拿回去吧。不是你自己說你想嘗嘗嗎？怎麼現在又不喝了呢？回去睡了。哎，我究竟做錯了什麼事情？你要對我這麼冷漠？我沒有啊。你有。你今天要我跟靈丹獨處，你不是在捉弄我，就是在懲罰我。
你要捉弄要懲罰都可以，可是你得給我一個罪名，我到底出什麼問題啊？你不知道你有什麼問題嗎？你的問題就是你是周天齊。我是周天齊怎麼了？你姓周就是個問題，你頭髮梳成這樣有問題，你衣服穿成這樣有問題，你嬉皮笑臉的有問題，你不關心家人有問題，你是大少爺使喚下人有問題，你去演文明戲有問題，演了就演了吧，演了一半你又放棄有問題，你家明明開中藥館，你去學西醫有問題，西醫當不成又當獸醫有問題，你只會花錢不會賺錢有問題，你全身上下都是問題，你跟我全家都有關係就更是問題。哼。我的問題還真多。哎呀，水大娘，你真是个活神仙呀！您都不知道，我一答应跟六六做朋友，他就跟红娘上身似的，整天不是拉着我和天齊哥在一起，就是讓我們結婚，還說讓我當他嫂子呢。你跟周天齊呀，是緣定三生，命中注定你們是一對的。那倒是。哎，水大娘，你說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結婚啊？我給你們占個卦吧。好啊，來。這是大吉大利的卦象，你紅鸞心動，你跟周天齊在1個月內一定成親。真的？我什麼時候騙過你呀？謝謝水大娘，謝謝，好人好人，謝謝水大娘。今天二少爺梳的這個頭，看上去特像年輕時候的老爺。哎呀，像老爺一樣帥。謝謝。哎，吃飯呀！來，多吃點。姐，哎，六六。哎，爹，爹，大姐，你們今天身體還好嗎？心情還好嗎？還好。好。大姐呢？我還好。哦，那姐夫呢？他爹找他有事，出門了。哦，那六六還好嗎？馬馬虎虎吧。從今天開始，我要以爹為榜樣，做一個成熟、穩重、不半途而廢、有擔當、愛護家庭的好男人。我亂罵一通，你還當真想改變自己啊？真是天下第一大豬頭。哎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你就是改了頭髮，改了衣着，還是改不了你周天齊、周二少爺的本性和本性。你為什麼不相信我能改變自己啊？因為你就是周天齊啊！你一天是周天齊，永遠都是周天齊。我不吃了，我吃飽了。那你還沒吃呢，我也吃飽了。好，慢用。六六，你給我站住！你幹嘛呀你？你到底想讓我怎麼樣？我沒有讓你怎麼樣啊。你不喜歡我的缺點，我都可以改。可你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冷漠？當初我們被綁架的時候，生死與共，難道你都不記得了嗎？別說了，我不想聽。六六，天齊，六六。哇，林丹姐，你今天真好看，就像個公主一樣。哎，我聽說啊，
有京城的剧团来这演出，哎，演的就是你们最喜欢的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。我有3张票，咱们3个一起去看吧。啊，不用了。其实我最不喜欢看那个西洋的什么文明戏了，还是你和我二哥一起去看吧。好了，我好困啊，我得赶紧回去睡觉了啊。哎，那下一次咱们一起去看吧。下次再说吧。哇，你怎么头发梳得像个老头子似的？快去梳理一下。我今天呢准备了好多节目，我们待会儿去看戏，然后吃甜品。哎呀，总之有好多好多节目啦。走，走吧。好吃吗？那就好。来，再吃一口。对不起，我之前让你生气了，我求你原谅我。我知道你有口是心非的毛病，我懂。那你以后就不要再遮遮掩掩的，再让我瞎猜了，好吗？你真的不怕我遮遮掩掩吗？我怕我把这些事情说出来，我们全家都会震撼的。没关系，我愿意跟你们全家一起震撼。我等这个震撼人心的时刻已经等了好久了。我自己都搞不明白我自己，我甚至就根本控制不了自己。我眼里全都是你，我的心里也都是你。我觉得我就是变態。不，你怎麼會是變態呢？你只不過是愛我愛得太瘋狂了，我喜歡。繼續說，繼續說。我知道，我早就該放手。可是你我在同一個屋檐下，每天你都在我的眼前晃來晃去，就算我關上門，我也能聽見你的笑聲。你能做到，可我做不到。你在說什麼？你知不知道，那次我們被綁架的時候，我在臨死的那一刻，我是怎麼想的？怎麼想的？如果有下輩子，我不希望我們是兄妹，我不希望你是我的妹妹，我希望你是我的愛人。六，你能答應我嗎？周天琪，你這個變態，我恨你！哎，林丹，怎麼了？哭了？你這個騙子！你告訴我，我跟天啟哥是天生的一對，有情人終成眷屬。結果呢？他愛的根本不是我。我怎麼騙你了？你跟周天琪不是一對夫妻，難道他跟他妹妹能在一起嗎？他只是一時鬼迷心竅，如果你任由他這樣下去的話，他真的是一敗塗地，萬劫不復了。只有你才能救他。
你醒了？你怎么在我家？你看，这房间是人家的家，你还躺在人家的床上，还说人家怎么在你家？吴国良，我怎么不记得啊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我还能骗你不成啊？不是，好你个周天齐，你敢做你不敢当，你不是个男人。人家都已经为你这样了，你居然翻臉不認人，你以後讓人家怎麼做人呢？你別哭了，小聲點，一會兒你爹聽。別哭，對不起你，我說，對不起。對不起，有什麼用啊？那怎麼辦？我看這樣吧，我給你出個主意，你把我娶了，咱倆結婚。我知道你會對我負責的。天琪呢？還沒起床？少爺昨晚沒回來睡。他說他去哪兒了嗎？二少爺昨天一早就出去了，沒說去哪兒。這小子一定玩瘋了，也不說一聲。別管他，吃飯吧。他不是跟林丹去看戲了嗎？難道是因為我把他推給林丹，他生氣不想見我就不回來了？喲，二少爺回來啦！老闆去哪兒了？你不是說跟林丹看戲去了嗎？看戲看一個晚上，還一身酒氣的。跟林丹去哪兒了？我昨天晚上跟林丹看完戲以後，去威廉家喝酒去了。我怕你不讓我跟威廉在一起，所以我就沒說。那個假洋鬼子行為放蕩，以後不許跟他出去。知道了。天琪，你臉色不太好，看起來不舒服啊。天琪，來，站着幹什麼呀？坐下，吃點東西，回房休息。你都老大不小了，不思進取，還喝醉酒不回家，太不爭氣。我不就跟朋友在一塊喝個酒嘛，有什麼大不了的？那永成哥不也經常跟朋友喝酒喝到天亮？永成哥是去跟人應酬談事情了，你卻為芝麻綠豆大點小事情借酒澆愁，你怎麼能跟永成哥比呢？永成哥可比你強多了。我就是為了芝麻綠豆大點的小事借酒澆愁，怎麼了？我又惹着你了？天琪，喬兒也是為你好，少喝點酒，別傷了身體。喂，你怎麼神不知鬼不覺的就飄進來了？這多危險，這不找死嗎？如果死可以解決問題，我倒真是希望你能痛快的給我意見。你又怎麼了？你也看不起我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看，之前你們倆挺好的，後來發現是失散的兄妹。如果你們不是兄妹的話，我倒是覺得你們倆還挺般配的。這些日子我也一直在想，為什麼她偏偏就是我妹妹？這都是不能改變的事實了，你呢就別執迷，放手吧。我要是能放手，早就放手了。那就試試新的戀情，有了新的就能忘了舊的。林丹不是對你挺好的嗎？你可以跟他發展發展啊。
我想我跟林丹已经開始了，而且都沒法回頭了。這又是怎麼了？昨天晚上我在他家喝酒，後來我倆那個。你們倆那個了？小聲點兒。喲，我還真看不出來，你比我還前衛啊！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在那喝酒，喝着喝着我就喝醉了。等我再醒的时候，我就躺在他床上了。中间發生什麼事，我什麼也想不起來了。這種事不記得了，真是有點可惜吧？你行不行啊？這時候你還調侃我，你是不知道我有多慘啊！我現在都不敢正眼看六六，我倆待在同一個房間裡，我都心虛，我連自己家都不敢回我。哎呀，你的心情啊，我能理解。不過這也是好事啊，讓你对六六死心。要不然有一天你醒過来，你發現自己躺在六六床上，那你才是真的完蛋了。那怎麼可能呢？我对六六從來沒有非分之想。哼，你對林丹也沒有非分之想，那你跑到人家……小聲點兒。你說你這個人做了還不敢承認。哎，這男女之間啊，一時情濃，做錯了事情，就像你跟林丹這樣啊，這都是情有可原。最關鍵的是，你跟六六不能錯，要不然不仅你完蛋了，六六也跟着完蛋。你们倆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為了你好，也為了六六好，你就順勢跟林丹結婚，跟六六劃清界限嘛。這些我都明白，可是我不愛林丹。如果說是為了責任，為了我自己忘情，我跟林丹結婚，你覺得對她公平嗎？這只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，公不公平只有他自己判斷。我倒是覺得他把最寶貴的東西都給了你，證明他非常的愛你，你的不公平對他來說也是一種恩典。好好想想吧。林奇哥，这件事啊，我跟我爹說了。我爹說，周萬兩家是世交，至於禮金嘛，他說意思意思就好了。什麼禮金？娶我的禮金啊。雖然我爹說不在乎禮金多少，但是我爹他就我這麼一個寶貝女兒，當然想讓我嫁得風光了。你爹沒意見吧？我爹其實你還沒跟你爹說我們的事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後悔了是不是？你不想娶我了是不是？對不起，我想這是人生大事，不該操之過急。欲擒故縱，以退為進。你想得到周天齊，就先要放手。我明白的，畢竟事出突然，你我都沒有準備。雖然我很想嫁給你，但是如果讓你愁眉苦臉娶我的話，我寧可不嫁了。我不想讓你不開心，那夜的事就當成是一場夢吧。那怎麼行呢？事關你的名節，而且你爹已經知道了，怎麼能當沒事呢？沒關係的，我是出國留過學的人，大不了我嫁個外國人算了。至於我爹那邊，如果他不肯原諒我的話，我就到外國去生活，孤零零的讓我自己懲罰我自己。等到10年8年以後，我再回家求他原諒我。雖然我爹就只有我這麼一個女兒，等他百年歸老了，他一定會原諒我的。對不起，我還沒有準備好。其實我知道你心裡已經有別人了，但是我不介意。就算你真的不想娶我，可我的身體和我的心已經是你的了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我會對你負責的。
如果你不觉得不委屈，那我们就结婚。如果你娶了我，总有一天你会爱上我的。你突然约我出来，不会是孙大英那边有什么麻烦吧？麻烦是有，不是孙大英，是林丹和天琪。林丹和天琪，他们怎么了？他们到底怎么了？林丹和天琪从小就青梅竹马，两情相悦是很自然的事，我也不反对。正好我们可以亲上加亲。但是，洪山呐，我们师兄弟一向是无话不说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天琪前晚喝醉了酒，在林丹的房间里过了一夜。荒唐！我叫你无妨。林丹怎么说也是黄花闺女，我这个当爹的真的很担心。你说这件事到底怎么办呢？林丹从小就没了娘，这20几年来，我跟大师兄您打江山，实在很少有时间关心林丹。我没有教好他，让他保护自己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也得让他幸福。林丹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我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林丹做主。如果天琪这小子辜负林丹，我绝饶不了他。爹，跪下！怎么了？你给我跪下！你这个畜生，竟然做出如此不知廉耻的事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打死！打死你！爹，我不能再打了，再打会出人命的。你问他对林丹到底做了什么事？啊？天琪，你说呀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爹，您别动气啊，慢慢说。快说！我喝醉了酒，跟林丹待了一夜。哎，爹，现在打骂也无济于事啊。如果天琪跟林丹真的是两情相悦的话，我看倒不如让他们成亲算了。哼，你说，你怎么处理林丹的事？喂，你看我干嘛？快回爹的话呀！我娶林丹。现在真是皆大欢喜啊！周家喜事不断，我先有了一个姐夫，又有了一个二嫂，还挺热闹的。爹，恭喜您，您终于有儿媳妇了。你二娘刚走，要办喜事马上办，要不然就要等3年。你安排吧。是，爹。天琪，快起来啊！来，我告诉你，你快成家立室了，以后好好做人，再干出这种事，我绝饶不了你。真是太开心了，我去帮大姐的忙。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呀？你真的想让林丹当你嫂子吗？当然了，你们不会是要办西式婚礼吧？我听说西式婚礼呢，会有一个未婚女子当伴娘，要不然我就当你们伴娘吧，再给我找一个俊俏的伴郎。我不办西式，伴郎伴娘我都不行。
為什麼口是心非？你說什麼呀？我不明白。够了，这争议和武丧能不再演了吗？你是我的亲哥哥，你抱得美人歸，我当然替你开心了。你难道怀疑我的真心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你的眼睛是紅的？為什麼你抱着我做的兔籠子擦了一遍又一遍？告訴我。你到底想不想我娶林丹？我现在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可以立誓终身不娶。二哥，你喝醉了吧？我是真心希望你跟林丹姐结婚的，就算我不想，那我又有什麼資格說呢？我能看你開心快樂，這就是我真心所願。你覺得那樣我就會快樂？你知道我不愛林丹，你也知道我愛誰。二哥，有你做我的哥哥，這是我最快樂的事情。如果你也這麼想，我希望我們都能夠懂得進退，繼續做我們的兄妹。這樣，我們還可以一桌吃飯，一起閒話家常。這樣，你生的孩子可以叫我姑姑，我生的孩子可以叫你舅舅。我們是一輩子的兄妹，我們依然可以在一起。你要是再說這種話，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跟你共處。這才是最折磨我的事情。我求你了，你跟我說句真心話，不要再把我推到別的女人那兒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再說了。如果是這個兔籠惹得我們誤會，那好，我現在就毀了它。反正我跟二兒一樣，都是喜新厭舊的。我懂了，我不會再煩你了。既然你那麼想讓我娶林丹，哥哥答應你，哥哥會風風光光把林丹娶過來，不會讓你這個妹妹失望的。哎，怎麼回事啊？我都等了半天了，還有多久才能看大夫？別着急，下一個就到你了。還得等。我的安胎藥有了沒有啊？哦，
你的安胎药有些药材缺货，我正让人写新的药方，你坐着稍等片刻。快点啊！不好意思啊。你们信和堂不是有吗？我们一人要1瓶，快点啊！就是呀，等很多天了。这玉珍霜是给孙大帅的3夫人做的，1年只有1次，现在已经没有货了。怎么就没货了呢？我们现在就想要，就是你就开个价吧。是啊，我们现在就要。于晴，哦，你来了。于晴啊，我刚才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我觉得信和堂啊，目前的经营手法太保守了，这样有生意也做不了，有钱也賺不成啊。哦，我觉得信和堂需要改革，想賺大錢必須要改革，我都想好了。那你寫下來再說吧，我現在還得出去談生意，我們回頭再說。我走了啊。哎，於晴，於晴。